歡迎收聽 He Observe True 頻道。呢個係一個專注、真實同理性分析嘅新聞頻道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你訂閱、點讚，支持我哋繼續報道。年29團年飯爆滿，酒樓生意真相曝光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。年29大除夕，本港多區酒樓都出現久違嘅熱鬧場面，不少家庭一家大細出動食團年飯。有酒樓訂台爆滿，形容生意好過去年。不過亦有酒樓話，雖然人流旺，但整體營業額輕微下跌，反映市民消費模式有變。喺旺角嘅老字號酒樓、倫敦大酒樓，由傍晚開始已經陸續坐滿。現場所見，入座率超過90%，大部分係一家幾口嘅散客。有一家8口3代同堂，預算大約3000蚊。林先生話：今年會慳啲，但1年1次，最緊要一家人齊齊整整。他哋點咗龍蝦伊麵、燒味拼盤等應節菜式，希望新一年身體健康。亦有家庭花費3至4千蚊食團年飯。陳先生話：7至8人差唔多呢個數，香港係我哋嘅家，留港消費都算係支持本地經濟。家人就話：年29晚1年1次，食得開心啲都值得。有市民更加連續2晚團年，只係為咗遷就兩邊家庭時間，務求同多啲親人相聚。亦有6口之家以往未必外出食，今年覺得經濟氣氛稍為穩定，所以預算約800蚊到酒樓，唔想媽媽煮，等長輩都可以輕鬆過節。酒樓副總經理蘇萬成表示，人流比去年同期增加約1成，不過大型酒席即12人一圍嗰類，明顯減少2成，拖累整體生意跌約1成。佢解釋，依家多數係中台、中大台為主，散叫居多，人均消費大約200至300蚊，反而酒席人均可達400蚊以上，消費力相對高。另一邊廂，有酒樓負責人就話，因為適逢星期六日，一連3日都可以團年，加上熟客支持，3晚都爆滿，生意比去年有增長。為咗留住客源，盡量維持價錢，不大幅加價。除咗本地家庭，亦見到唔少旅客專程來港過年。有來自台灣嘅旅客表示，已經第3次訪港，今次特意體驗酒樓團年飯，花費約400蚊，以點心為主，最中意錦鹵雲吞，覺得味道酸酸甜甜，好特別。亦有天津旅客一家4口來港7日，計劃到香港迪士尼樂園遊玩，亦會到維多利亞港欣賞煙花，認為香港新年氣氛濃厚。不過，並非所有市民都選擇外出食飯。喺街市方面，有檔主表示，年29早上市道人流比往年略少，有市民買活蝦、買魚，寓意生生猛猛，年年有餘。亦有人買西洋菜、馬有魚，希望來年哈哈笑。但檔主坦言，有唔少熟客假期北上消費或者外遊，所以入貨都較為審慎。綜合幾方面情況可見，今年團年氣氛整體熱鬧，人流回升，但消費趨勢轉向審慎。大型酒席減少，改為家庭式、小規模聚餐為主，人均消費維持中等水平。有酒樓選擇凍價吸客，有家庭則量力而為，講求食得開心多於鋪張。團年飯食乜其實唔係最重要，大隻金蠔、龍蝦伊麵、燒味拼盤都只係一份心意。最關鍵始終係一家人可以坐埋一齊，講句新年快樂。記得點讚、訂閱 He Observe True 同撳埋鐘仔。你嘅支持對我哋呢個新聞頻道非常重要。多謝收聽。